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无论你是在家里，或者是在通勤当中的收听，或者是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愿上帝平安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唱一首诗歌。求主教我做清气的心。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条是台语的歌曲，求上帝为咱做一个清气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面有我心情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面有我心情的心，不通放松我，予我离开你的面，不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予我个体研究的快乐，予我心心甘心来侍奉。圣灵要充满我们的心，让咱真实去体会到救恩的快乐。咱搁一遍对头来吟。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面有我心情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面有我心情的心，不通放松我，予我离开你的面，不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予我个体研究的快乐，予我心心甘心来侍奉。不通放松我，予我离开你的面，不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予我个体研究的快乐，予我心心甘心来侍奉，予我心心甘心来侍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最深的感恩，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永不妥协、公义圣洁的上帝。谢谢你，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尼西米先知这位充满勇气和热情的领袖，他的榜样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意象。主啊，我们要为自己在现今的生活还有主题当中来思考，
我们承认，我们经常因为害怕冲突，渴望被接纳，而试图看淡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所领受到许多从外面而得来的东西。我要恳求你赦免我，赦免我，在真侪阮生命的界限的内底，阮拄着侪软弱甲体谅。现在我要安静的心，恳求你圣神来充满我，愿你圣神赏赐属灵的智慧甲眼光，互阮有勇气帮助阮学习，亲像尼希米相款，家己为着真理会当讲 no， 阮无爱。求你赏赐互阮有一粒愿意的心，赏赐互阮有够格的智慧，互阮知影什么时阵该温和，什么时阵该为着阮的生命，该画迄条线，迄条底线的线，阮就爱讲互清，讲互明。愿阮的生命伫勇敢、清气的生命中间，通得到主你的欢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当你面对一个明明不对，但是却违背你自己生命的原则请求，人家来拜托你，但是你最后却说 OK， 好的。我们常常以为我妥协是一个好人的表现，为了和平嘛，为了体谅嘛。但是有些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些时候等咱妥协，我们妥协，其实也是慢慢的在出卖你一个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原则跟信仰的底线。当我们为了我们的面子问题，为了我们的利益关系而出卖了这个信仰生命的底线的时候，往往后果往往是非常的沉重的。所以呢，这样子的妥协的生命，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那如果你做多了，那你时常这样子，人家会说你是一个烂好人。那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所以呢，这样子的生命呢，其实往往会让我们慢慢的失去对于罪的敏感度。那有些人他知道罪哪里不好，他还知道，还救得回来。但是如果你时常为了面子，为了利益而出卖了你生命的底线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很容易让人家无法信服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信仰跟生活，我们时常是这样对罪的敏感度一点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这样子做是可行的，那么最后你会发现自己是活在一个充满许多杂质的环境下，而你内心会失去了平安，甚至你连祷告都会变得没有力量。所以今天牧师要用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与其妥协，不如我们能够强硬的、勇敢的说什么 ？Say no。我们要从尼希米记第13章这位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尼希米身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极度的果断，而且是教我们如何在人生的信仰追随主的道路上，或者是在你的人生的关键的时刻，能够像尼希米一样勇敢的捍卫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生命的原则，还有一个纯正的信仰生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3章15到31节。期待我们各位每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每一天一起来读经，按照我们上面的日期的进度，我们一起来读经，让神的话语来丰富我们的心。今天的经文这样说：在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踹酒榨，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到
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谴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的上帝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的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过了安息日才开。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卖各样货物的，暂且在耶路撒冷城外住宿了1、2次。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城外住宿呢？或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他们在安息日就不敢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23到27节，那些日子，我也见有些犹大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谴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上帝起誓说：你们绝不将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绝不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各国中并没有王像他，他是蒙他上帝所爱的，上帝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这样，我们岂可听从你们行这大恶，娶了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上帝呢？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儿子，有一个人是和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污秽了祭司和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供物和出手的土产。我的上帝啊，求你按着你的美意纪念我所做的这一切事。今天的主题，与其妥协，不如勇敢的强硬的说不。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节，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尼希米在3个部分跟我们非常清楚的几个方法？第一个，当他对抗利益强硬说不的时候，他如何捍卫分别为圣的时间怎么做？我们从15节里面我们看到百姓和外族这些商人推罗人，他们在安息日进行做什么事情？他们在买卖。第19节，尼希米他特别警戒他们，然后果断的下令将这个城门把它关起来，并且还派人看守啊。各位弟兄姐妹，安息日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在安息日他们在做生意啊。我们有没有在礼拜天的时候特别我们就是礼拜天嘛，人特别多，我们特别要去做生意。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去思考看看。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在安息日好好的守主的圣日，他们让世俗的许多的商业利益比神圣的盟约关系跟神的关系更为重要。所以尼希米他关起门来，
对那些赚钱至上的价值观的人，强硬的说什么 “No， 不行”。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安息日是什么？主的圣日在你内心是什么？你会特别用在安息日，在周末的时候，会多花一点时间，是好好灵修，与人建立关系，还是你会特别拿来追剧，无止境的娱乐，甚至不必要的加班，来填满一些应该分别为圣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也是让这些世俗的利益、价值观偷走了我们跟上帝可以亲近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或许你正在想，牧师，你又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的痛苦，但是牧师也要鼓励你，在很多时候不要把这一些当作是借口。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美好。求神帮助我们。人的反应是，当与神亲近的时间，你把它拿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人其实内心的属灵生命是非常的饥饿，非常的焦虑。你会感到读经祷告变成是一种负担啊，太沉重了，好难啊，我看不下去，我不想做。各位弟兄姐妹，生活上每一位信主的人，你想要得蒙上帝的赐福，你必须把你的生活出现的双重的标准，你必须要开始去思考，我是否对罪的敏感度下降了？因为在你对罪的敏感度下降了，代表的是你妥协了。妥协就是从这里做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尼希米他做一个非常果断的，他并没有劝说，而是采取行动。17节，尼希米他是谴责犹大的贵胄，他开始谴责他，你们怎么可以行这个恶事呢？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的列祖岂不是这样行吗？他们过去他们的列祖，他们也是这样做，做了以后怎么样？以至于我们的上帝使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各位弟兄姐妹，或许你听到这一句话，可能会觉得很害怕。上帝真的这么的恐怖吗？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把城门关起来的行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我们怎么做？在现在的世代，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生活环境，基督徒应该要如何来做？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家庭的规定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我们可以固定某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虽然有些时候牧师也有些时候因为孩子还小，很多时候时间完全没有办法配合到位，但是我时常在心里面想，当我有一份感动，刚好时间上允许的话，我会马上立即放下所有的工作，然后把孩子招聚来，然后跟孩子一起来祷告，甚至一起来看神的话，甚至一起来分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现在的世代，手机不离身，手机没有手机好像很恐怖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手边我们最常做的，我们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容易疏远的东西，我们试着把它强硬的把它先放到一边，或者是把手机关机，平板把它放到一边，把这些世俗的娱乐的东西先暂时放下。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家里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关系，我们不要被这些娱乐所诱惑。第二个，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今天的经文23节到27节，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对抗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也就是他历史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过去他们曾经这些祖先，他们犹大人跟外族人通婚，而他们的儿女连犹大话，也就是说他们应该说的信仰的语言都不会说了。简单来讲，就好像我们现在是台湾人，可是台湾人却不讲台语。虽然我们现在线上是用华语的，
但实际上牧师嘛是真爱讲台语，但是为了要让能够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神的话，牧师选择用华语的方式。但是这里在讲的实际上是一个信仰的语言，也就是说一个核心的价值在信仰的本质了。好，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哦。当儿女们他们连犹大话都不会说，意思就是说有许多他们的信仰的语言他们是不知道听不清楚的。所以25节尼希米他谴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甚至拔下他们的头发。各位弟兄姐妹，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头发代表的是男性的胡须男性的这些胡须啦、头发啦，代表的是男性的荣耀、尊严和力量。可是当这些东西，这些我们的头发或者是胡须被人公开的怎么样拔掉胡须或拔掉头发，其实对当时候一个成年的男子是一个最严重的公开羞辱，而且是一个剥夺尊严的行为啊。而尼希米他惩罚的对象，这些犹大的贵胄，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而尼希米选择拔他们的头发，是要彻彻底底的将这些领袖的社会地位跟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学习放下，让他们在百姓的面前蒙羞。这是在宣告你们的权势无法保护，他们拥有这些权势是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免于上帝的律法和公义的审判。所以我想要问各位，是否有许多你认为你没有这些东西不行，但是反过来说，你就要去思考，这些东西也可能成为上帝审判你的重要东西。为什么？因为哪一天上帝问我们，你为什么不亲近我啊？主啊，不好意思，我真的很软弱，没有手机不行，没有看这个剧我好难过，我心会很痛，我生命会怎么样，如何如何。上帝会惩罚你，会说，哇，原来手机比我还来得重要啊，原来看剧比我还来得重要啊。各位弟兄姐妹，很有趣，尼希米他引述一个以色列王所罗门王他失败的经历来警告这些众人。在列王纪上里面，你会看到所罗门王他在晚年他娶了一个外族的女子，并且呢被他们引入拜偶像的这样子的文化。所以耶和华上帝非常的生气，他预告所罗门王这个国度以色列国度会怎么样，要消灭。所以我们知道通婚在当时候的信仰是混杂的开始啊。所以呢，不仅信仰混杂，也会导致下一代在身份认同上的断层。所以尼希米他极度的反对，反映出当人情世故大于神的约定的行为的时候，他会强硬的 say no。 各位弟兄姐妹，尼希米他提醒百姓，所罗门王所犯的这些错误，连蒙神所爱的君王都会这样跌倒的时候，我们怎么还会重蹈覆辙这样做这样的事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啊。我要再说一次，所有的思想跟文化都需要透过语言来传递。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就要去思考说，主啊，求你让我的语言讲话的方式，甚至从不止我的心里面生命里面知道神，我也希望我的讲话能够成为祝福人的管道。所以语言消失了，意味着信仰的一个断层。所以牧师非常鼓励，当我们随着年龄有些时候我们年龄会越来越年长，会比较退化。牧师鼓励各位，我们如果在读圣经，你可以尝试着把它念出来，咬文嚼字都可以，帮助自己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不
不要退化了。当我们退化了，有些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晚辈、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分享神的话语，连讲话我们都会出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现在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我们是否正在用一些世界的语言在思考 ？LINE 传讯息在沟通，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对话的能力，这些都在消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许多用 LINE 的群组，我们要试着可以传递。你可以用语音信息，你可以用什么？用神的话，彼此多一点分享跟祝福。不单单只是转发很简单，但是牧师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多一点在语言上的提升的能力。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的经文在28节到31节。尼希米他在对抗这些权贵的阶级的时候，他强硬的 say no， 他怎么做？在28节我们看到大祭司的孙子，他竟然跟以色列的敌人参巴拉，他实际上是尼希米在重建圣殿当中最大的对手，他好几次去耻笑、嘲笑、恐吓、威胁那一些要伤害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祭司的孙子竟然跟以色列的敌人参巴拉怎么样做联姻啊？做结婚约了。哇，对尼希米来说，他非常的生气。他说：“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们要知道在律法当中祭司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们是跟上帝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简单来讲，就像牧师一样。所以如果牧师他所娶的太太，他是一个未信者，而来一起侍奉神，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一个牧师他娶了一个非基督徒，他愿意来跟随主的脚中，甚至成为主的儿女，那是可行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祭司的职责是教导百姓如何分辨圣洁跟世俗，也就是说什么是对与错，祭司的职责要非常清楚。所以如果连祭司他自己都模糊了这个律法的界限、婚姻的约定，那么他就会完全失去他担任这个祭司的职责的资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他不害怕权贵跟背景，他是对着这个核心的腐败强硬的 say no， 而将这些属神的子民的群体怎么样移除掉。各位弟兄姐妹，尼希米他为的是要让这个属灵的团体是维护一个圣洁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清楚的 say no，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派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让他们每一个人能够各供其职，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敬拜的秩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尼希米他非常的果断，他果断做这些决定，是为了要让上帝的旨意可以顺畅的运行。也就是说，他让持守住在上帝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能够继续稳定的亲近神，持守信仰与神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尼希米的强硬 say no， 其实为了我们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为圣、圣洁的国度的预备。这份意象在新约当中得到一个最清楚的印证，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到15节，神的话这样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话提醒我们最大的激励，神激励我们，告诉我们，呼召我们出来分别。好，我们看到这里圣经里面第17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这就是我们勇敢的与那个不相配的恶，也就是重担、委曲求全的事情，我们要强硬的 say no。 这种在团体和个人当中，当我们遇到不对的事情，勇敢 say no 的人，我相信有些人会认为好像是孤立自己，孤立你跟别人的关系。其实不会，其实我们 say no 的人不是孤立自己啊，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永生上帝的殿，是属神的儿女，是属于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做人的身份跟价值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需要用妥协来换取世俗的利益、人情或者是认可，不是吗？尼希米他勇敢强硬的 say no， 我们可能会想到跟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会感觉好像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这样的理念强硬的 say no 会不会太过于封闭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0节到22节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也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也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也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也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相信这一段圣经节，我们会开始跟我们今天读的尼希米的行动有一些出入。但我们要想，尼希米的底线其实是真理的纯正关系。他强硬 say no 的对象是已经在上帝约定当中的子民也就是说，这些人尼希米所说的对象都是信徒都是信奉上帝的百姓所以尼希米他做这些洁净的动作，是希望保护这些属神的儿女他们的身份认同关系。而保罗我们所看的哥林多前书这一段话的背景，保罗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传递。他说他做什么是针对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目的是为了要接触和得着他们，所以他放下了属于他可能在他的信仰里面的文化或者是外在的习俗。但是保罗他从来没有放下福音真理的那个底线。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尼希米的这一段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是否在你心里面也在想，是否新约里面这段圣经节也在帮你做借口呢？如果是的话，请我们不要再这样想。当我们涉及到有关我们福音要如何广传的时候，我们要放下外衣，这个信仰的外衣有人太过于让人家感觉不好亲近，那我们试着调整看看，像保罗一样。但是当如果涉及到信仰纯正核心的关系、真理的关系的时候，或者是会对罪妥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像尼希米一样，为了真理强硬的说 no， 划清界限。基督徒，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学习
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学习像保罗的行动，但是在信仰的核心里面，我们也必须要分别为圣，如同尼希米的坚持一样。这两种不可或缺的属灵上面的平衡，才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正人家所喜爱的基督徒。在许多信仰的里面，有许多生命的灰色地带。可能在你的职场社交圈里面，你最常因为什么原因，人情世故、利益关系，害怕被孤立而选择半妥协，但你却不愿意在你的信仰的这个底线当中，能够像尼希米一样强硬的说 no。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尼希米他教导我们，没有原则的爱最终会变成一种纵容，没有底线的和平关系最后会导致信仰的灭亡。与其妥协，不如强硬的说 no， 不是吗？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是要像他一样，带着对上帝极度的热忱，对我们与神的这个盟约的忠心啊。我们勇敢的为真理设下一个不容侵犯的界限，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份果断的 no， 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能够更纯正的对上帝说 yes， 主啊，我是属你的百姓，我是属于你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应当 say no 的地方，我们说不出口，我们何等可以跟人家说我对上帝是真诚的呢？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邀请你，从今天开始，为你自己跟神的信任的关系立定一个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好，剩下多说的都是出于那二者的关系。写下你生命当中的界限，时间、金钱还有关系，你决定不再妥协，你必须要强硬的说 no。 你可以把它在你的灵修笔记里面去把它写下来。当你害怕的事情，什么是你害怕说 no 的事情，你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找出你最害怕跟人家说 no 的事情是什么，每天祷告，求主赐给你如同尼希米那一种不畏惧权势，只忠于上帝的那份勇气。说我的上帝啊，求你按着你的美意纪念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愿我们能够从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愿意从今天开始 say no， 都是在主的面前能够更深的跟主说，主啊，我更加的爱你，侍奉你。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尼希米这位勇敢的仆人，再一次点燃我们心中对圣洁、生命分别为圣的火热的心。恳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对普遍众人乐见的好处，人对事物上渴慕所带来人性的软弱或妥协。主啊，求你将那份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能清楚地分辨、辨识，甚至坚定地对世俗的污染说 no。 愿我们勇敢清洁自己的心，使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的单纯坚固。愿你圣神成做阮的帮衬，引带阮通过以色列今日所带予阮美好的信息，予阮明白分别做圣的性命是得到主你大大赐福所欢喜的生命。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大家全程的参与，这是一份需要勇气的主题，也期待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
大家透过尼希米的果断的行动，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当你对不重要的事物说 no 的时候，甚至跟真理有违背说 no 的时候，这才是对最重要的事物说 yes 的生命。你与神的关系需要你把你属灵生命的那个城门勇敢的把它看守好。记得将今天的经文和分辨的问题带到你周遭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实践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期待在线上跟大家相会。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再见。